这大家平安。感谢主吼，互咱伫主日组织咱即个所在，咱要来唱歌学乐意。咱进前2天啦吼，咱有参加培灵会吼，咱有听温娟老师有甲咱最近分享一寡信息，伊是咧讲我们的歌，还有他们的歌吼啊。咱其实咱唱吼，今日唱这2首诗歌，一首是巴西的，它是在近代的啦吼。那一首是德国的吼，那德国这首是1657年吼。啊，我本人来讲，我是足意爱迄个古典的音乐啦吼，所以我对第2首特别有感觉。啊，第1首嘛听嘛就好听，所以第一首我们在唱的时候，如果你等一下有感受到，你就左右稍微摆一下，当然不要摆得太大好吧，左右稍微摆一下，你就会感觉这个整个诗歌的那个韵律都出来，好，你就感觉唱起来就舒服诶。好，啊，咱来念一个歌词吼，第17首，因为咧伊迄干那一句安尼啊吼，啊，甲煞尾会接一个叫做“着欢喜出声吼，唱歌学乐意”吼，所以咱念第1句安尼会使吼，啊，煞接咱就念所有的歌词，咱小可还念一届吼，就干那念第1句就好吼。来，咱做阵念一届来，着主上帝唱新歌学乐意。好，安尼就使吼，好，来第二节的吼，来第2节来。主极大权能，行奇事真奥妙。好，来第3节吼，来。着主跳舞，拍鼓，弹琴，做乐，好，做乐啊，做乐啊，作乐，做乐。OK， 好，来第4节吼，来。愿大山海洋出声欢喜学乐。来第5节吼，来。主要照正义公平审判世界吼，来，咱吼，咱做阵来。落一届吼，好。来，咱做阵来啊，吼，来。用主上帝唱新歌学乐意，用主上帝唱新歌学乐意，用主上帝唱新歌学乐意，欢喜出声，歌乐意。第2节来，主极大权能，行奇事真奥妙，主极大权能，行奇事真奥妙，主极大权能，行奇事真奥妙，着真欢喜出声，唱歌学乐意，用主跳舞，拍舞弹琴做乐，做主跳舞，拍舞弹琴做乐，用主跳舞，拍鼓弹琴做乐，着欢喜出声，唱歌学乐意。第4节来，愿大山海洋出山欢喜学乐，愿大山海洋出声欢喜学乐，愿大山海洋出声欢喜学乐，着欢喜出声，唱歌学乐意。第5节来，主要照正义，用比审判世界，主要照公义，用比审判世界，主要照正义，公平审判世界，着欢喜出声，唱。第5节了一届吼，来。主要照正义，
公义审判世界，主要照正义。公平审判世界，主要照正义。公平审判世界，着欢喜出声，唱歌学落伊。我看看啦，我咧左右摆哈，来给我摆一下，你就会感觉这是诗歌就好听哈。来，咱所接咱576首。好来，咱最近读一届哈来，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伫逐方面拢仰望伊，无论啥事，主快力极大。困苦的日，甲伊扶持，见若靠主不便疼他，徛石盘顶拢袂摇动。后来第2节，常常吐气。搁啼哭无停，忧闷寡如有啥利益？逐时经过黑暗的苦境，家己街上有啥效力？伊担当你试炼艰难，互你赢过世界苦头。来，只有静静宽心听候伊，用真心情来劝嘛。承受天父善良的旨意，拢是对伊智慧听从。主经调咱来属伫伊，在咱欠缺目的摇移。第4节，因此祈祷遵守主教示，忠诚尽力家己本分，着信靠伊，虽然未堪得，也久。为得真实并准，既然实心靠主的人，伊无气杀，高因稳当。好，来，咱做阵来。你。
这时，请咱大家安静咱的心，感谢主，互咱搁一遍会当来到伊的面头前来敬拜伊。来安静心，同齐来敬拜，奏乐。全地拢着摇花出欢喜的声，着出大声欢喜唱歌学落伊，着弹琴唱歌学落耶和华，着弹琴和诗歌的声学落伊，用号头甲哨角的声，伫君王耶和华的面前出欢喜的声。愿海甲其中所充满的，拢着出大声。世界甲踮伫因中间的也着出声，愿大水拍手掌，愿遮个山伫耶和华的面前出欢喜的声，因为伊来要审判全地，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照伊的正直审判列邦。学咯，这时咱要来唱圣诗第17首，着五主上帝唱新歌，请起立。主
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我们阿罗你。你是阮的上帝，是掌管阮的一切。因为你的主爱比生命较好，阮的嘴唇要时时来阿罗你。我嘛要奉你的名，举起阮的手来阿罗你，来敬拜你。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互阮会当住伫你的恩典水泉内面。我的灵魂，逐工拢得到这恩典的滋润，会当结出水的果子。但是主，阿爸爸，恳求你的保护来洁净阮内面一切无好的习惯。求你，互阮有较无你的话的心，并且将你的话会当成做阮路上的光，成做阮的快乐。求阿爸爸上帝来改变，并且来更新阮的生命，帮助阮会当活出基督的生活。因为你是阮的上帝，你做阮随时的帮衬甲避难所。你讲投靠你的人拢是有福的，我要遵从你的性命甲永远。大山会当刷开，小山会当迁移，但是你的慈爱甲你的平安的约，总无离开阮。这是何等宝贵的应允！当阮耐心来听候你的时，你就要互阮定心有气力，亲像鹰鸟展翅飞悬，也无夜，也无神。阿爸爸上帝，当目前这个世界受到战争、天灾的威胁，尤其现况，咱看到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主啊，上帝啊，求你拯救乌克兰，会当脱离这个邪恶。愿上帝你的怜悯、医治甲和平，会甲临到这个国家，会当靠着上帝你的良善，互乌克兰会当成做一个有真理、有公义、有自由的所在。阿爸爸嘛恳求你，互世间人拢归向你。会当来挽回目前这个战争的情况，愿乌克兰、俄罗斯的人民，也是全世界的人民，拢会当发现，主你才是真正的和平、平安、安慰、真理甲自由的源头。是主啊，阮因为天灾，阮会惊吓；因为生命的无常，阮会悲哀。但是求你。赐下安慰，叫阮嘛会当成做一个受难者安慰的来源。愿主你赐下信心，互阮无要问为虾米，阮乃是要来问主啊，阮会当做虾米？亲像主你伫地上所讲的，这世界阮有苦难，但是伫你内面，阮有平安。求主伫即个时刻，会当叫侪侪人得到你的救恩甲平安。阿爸爸上帝，搁一遍感谢你。第树林教会徛起伫即个所在已经129年，这是上帝你的恩典。主啊，愿意继续带领阮树林教会徛起伫即个所在，伊会当成做正人的祝福，福音的出口。阮嘛要将阮的教会，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交伫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愿主你的旨意运行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会当来做感动的工课。主啊，求你互阮的兄弟姊妹，会当伫即时透过诗歌、透过敬拜、透过祈祷、透过信息，甲主你有美好的团契。互阮拢会当享受主你的同在。感谢主，你找见文娟老师来到阮的中间，要来甲阮分享信息。这是求主你高我文娟老师的嘴，互伊来宣讲你的信息。求主你的信心嘛甲阮同在，用你的信心来充满阮，拍开阮心灵的耳孔，我们来听上帝的话。求主你带领。互阮所听的、所看的、所想的，拢会当因为主你的祝福，
对阮有所造就。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拢归伫你的圣名。即时，愿一切嘛要来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一起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日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请坐。这时，我嘛要来用使徒圣经加做阮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彼拉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国外永远的活命。阿们。那么，三角来启应上帝的话，记载伫个启应文第22诗篇95篇。若要献圣诗的，伫个圣诗后面1019面。咱三角来启应，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主上主。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合最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继续过来看上帝的话。今仔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启示录第14章第1节到第7节。台语汉语版伫个293面。中文的和小本伫个412面，咱一齐来读上帝的话。第1节，我阁看见羊羔徛起巡山，甲伊伫地有144000人，拢有羊羔的名，甲伊的爸的名写伫因的头额。我听起对天有声，亲像济济潮水的声，也亲像雷大弹的声。搁我所听的声，有亲像弹琴在弹因的琴。因伫座位前，也伫死的活物甲长老的面前，所吟的亲像新的诗。迄个诗无人话学习，独独对地上受买出的144000人话来听。这个人毋捌着女色的，是贞洁的人。这个人是对羊羔。无论打落去，这个人是对人的中间受买出，做起头色的果子，献予上帝甲羊羔的。因的喙无白擦，因是无下次的。我阁看见别个天使飞伫天中，有永远的福音通传予踮伫地里的人，伊也予逐邦国、逐种族、逐户腔口、逐样百姓。因大声讲，着敬畏上帝，将荣光归予伊，因为伊审判的时到啦，也着拜迄个创造天地海以及才会水泉的。愿上帝祝福伊的话，过去行的人。即时赞美，咱要请圣乐队来赞美俄罗万军的王。
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搁一遍带领，互阮来讲来到面前。搁感谢主带领温娟老师伫即2天的白灵会，互咱真好、真大的看见。咱的歌，因的歌会当搁较明白。感谢主，咱即时要请温娟老师来甲咱敬道应邀歌，搁高唱杨歌的歌。兄弟姊妹平安。我这3天吼真欢喜，伫树林教会有即个机会，伫遮用主题歌颂主名直到永远来做题目来主理咱说到129年安尼培灵会。我会选即个主题，是因为伫教会传统中，唱歌是信徒真重要的一个操练，所以我想要利用这个机会，甲咱兄姐来分享。咱伫咧礼拜的时阵，也是伫平时伫厝里也是聚会的时阵，要安怎可以当用更较好的方法来操练吟诗唱歌。迄无论是对咱个人，也是对团体来讲，拢会当帮助咱活出一个荣耀上帝，佮造就正人的画面。伫过去的2天，我已经分享伫教会信徒需要去唱咱的歌，甲因的歌。伫今日，我要分享上尾即条歌，这是咱基督徒伫上落尾要来唱的，也是上界重要的一条歌，就是杨歌的歌。咱伫要开始听今日的信息之前，互咱做伙来压头祈祷。听头阮阿爸爸，感谢你赐予阮气力，会当开喙、开声，用话语甲唱歌来尊重你的圣名，来学习你救阮的作为。阮即摆要用心、专心领受你对阮的教示，求你的圣神光照阮的心，帮助阮得到你的智慧甲鼓励，互阮知影要安怎去活出你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但咱所读的吼，伫启示录中，这其实这条歌啦吼，咱我甲它叫做杨歌的歌，伫杨歌的宝座前唱的歌，可以叫做新歌。新歌这个词伫圣经中出现真侪解。当咱读的客语文，也是讲当咱唱的诗歌吼，拢有即个新歌安尼一个讲法。所以讲着，咱爱唱新歌来学乐主。但是，什么是新歌呢？我捌伫足侪间的教会啊，就我教会做家长敬拜的迄个训练。伫这课程也是即个训练中的，拢有学生会来问讲，阮到底伫聚会的时阵，敢有适合去唱新歌？是安怎有安尼问题？就是讲，迄新歌若是咱拢无唱过，会众唱袂出来，唱袂落来啊，讲唱袂顺。可能就无想要唱，也是讲唱的时阵吼，安尼哩哩落落，就感觉像迄大家讲唱袂整齐，像迄无咧敬拜，吼会干扰迄个规个敬拜的聚会。所以为教会就是讲咱较莫伫聚会的时阵吼去学一条新歌。我感觉树林教会佫有即个传统，就是讲伫聚会进前先甲迄个歌去学起来吼，这是真一个足好的做法。因为咱信徒自己做伙的时阵，唱歌其实是一个表明咱的信仰的一个机会，所以要甲即条咱的歌唱好好是足重要的。就是因为有即个想法，所以有的教会就讲到底咱敢会当唱新歌？但是明明圣经就讲爱唱新歌啊，所以这要安怎来解决呢？所以今日透早，咱先来看什么是新歌吼。要主来唱新歌。什么是新歌？要安怎来唱这条歌？为什么要来唱新歌？伫圣经中所讲的新歌，并毋是你讲一条咱无听过，也是讲咱无识的歌。伫诗篇中讲到上帝的百姓唱新歌，是因为上帝做着迄个奇妙的事，因为伊为家己来行拯救。百姓就来唱歌，学落伊的名。安尼一唱落去，无明捌上帝的人听到，就会惊吓的皮皮喘，就知影爱回转，爱来挖靠上帝。
所以信徒唱新歌，毋是讲家己爱唱啥就唱，就唱啥，就讲听到一条歌我足想要唱，就摕来唱。信徒唱新歌是因为看到上帝的作为，就用新歌唱出对伊的懊恼、感谢甲见证。咱要上帝唱新歌，是因为上帝行奇妙的事，是新的事。先知以赛亚以赛亚书42章遐讲，上帝要成就新的事，是真正无人看见过的。这件新事是啥物呢？就是上帝要甲世间人和好。伫旧约的时代，其实以色列百姓其实无啥明白这件事是要安怎会当做成，但是因是有望的，因知影上帝会照伊家己心意来成做这件事。咱即马是活伫一个稳定的时代，是真正有福气的，因为咱已经知影，即个甲上帝和好的做法，毋是咱家己做，是上帝即个耶稣基督去死伫十字架上，即个顶。搁我所成就的，所以这件新事有一个效果，就是咱成做新的人。咱爱上帝唱新歌，因为咱是上帝所竞选的、竞调出来的。咱得到基督的救恩，成做新的子民。咱是基督内底重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当拢变成做新的，咱既然是上帝所选出来、所拣调出来的、分别出来的，咱甲即个世界就无共款。你可能想讲，咱甲世界要安怎无共款？吼，敢是世界的米，咱就袂当使用呢？绝对毋是安尼。咱若无法度使用世界的米，我今日要对阳明山顶悬落来吼，可能拢会出问题啦吼。因为世间的物毋是袂当使用的。保罗伫遮伫罗马书吩咐教会讲，毋通甲即个世间共款相款，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啥物是上帝善良、他欢喜、尊全的旨意。保罗安尼讲。伊有一个重点，就是咱要看的是心意，并毋是迄个物敢会当使用的问题。咱需要明白，因为伫咱即个时代，唱啥物歌是有一点的种冲突的。其中一款冲突，就是敢会当用流行歌的方式来唱诗歌。为教会感觉讲流行歌是做世俗的吼，是世间的，所以咱来分别出来，毋通唱太侪即种流行的、即种文化的歌。但是咱爱知影一件代志，你若是有去做一寡研究，咱即马你唱的真侪歌，伫过去的历史中，其实伫因迄时是流行的。咱即马唱的信息嘛是捌流行过。当然，有的歌是特别写出来，无去对迄个流行的，但是真侪嘛是去借用即个流行的歌曲来唱诗歌。所以，咱若是有即个想法，咱就知影讲，咱毋是讲敢会当用流行歌的问题。咱注意的是讲，迄个流行的歌用落时阵，即流行的文化，就是即个世间人所追求的，敢会入去到咱的心。我伫高雄的教会，高雄的神学院咧教册时阵，有一个学生有一个来找我，甲我讲阮查某囝吼考着大学，即马伫台北读册，伊已经伫台北找着教会咯。讲是对一间的，伊甲我讲周杰伦的教会。我听咧，想咧，甲讲，我较毋望你的查某囝是去耶稣的教会，吼。伊讲伊去周杰伦教会，我讲上好是去耶稣教会啦，吼。学生讲老师，我知啦，我毋是迄个意思啦。但是你有发觉无？咱伫即个世间过日子、过生活，咱就是安尼不知不觉吼，一个想法就走入啊。所以，咱有一个讲名人效应啦，吼，有名的人啦，吼，迄明星啊，吼，这就是咱较会去注重的，较会去注意的。所以，伊要甲我讲对一间教会的时阵，伊甲我讲周杰伦的教会。我其实这种代志其实伫美国嘛发生。我2011年伫美国的时阵吼，迄阵2012年有一人做红叫做林书豪。我迄阵看到一个扛棒顶广写林书豪嘛去教会，
伫教会外口写林书豪嘛去教会，好，咱会去使用这种有名的人，因为伊讲伊的见证就足有力安尼，这是无毋对的，因为啥物方法拢会当摕来见证上帝福音，但是咱爱看咱家己的内心，来去想，咱敢是对迄个流行的文化去追求即个世间所卖？上帝心意毋是安尼。咱是属上帝，咱要明白的是上帝善良、通欢喜宣传的旨意。咱要主唱歌，咱毋通去追求出名，袂当去追求咱要得到个人的迄个，互人学乐。咱爱照家己，想要照家己所喜爱的来表现，要互人看见咱有偌高。伫现代的敬拜开始有迄个敬拜团徛到头前来带领的时阵，来讲有一个师会也是领唱的，徛伫头前咧带领的时阵，其实这我家己因为是音乐的团队吼，伫旧金山的时阵，逐礼拜拢是我徛伫顶悬带领唱诗歌，迄是足危险的代志，因为大家都看到你徛伫遐，逐礼拜看到你徛伫遐，伊知影是你。做遮个代志，我有一甲学生讲，我讲上完美，上完美吼，上敬拜带领是安怎做的呢？就是讲，你甲准备的伫信心内底，通准备的拢做到啊。然后你伫聚会的时阵，伫礼拜的时阵，甲你该做的、该讲的、该唱的、该甲兄弟姊妹鼓励，拢做出来，拢唱出来。兄弟姊妹伫即个当中去领受到上帝要甲因讲的，而且因话讲，我要来回应上帝的教示。伫礼拜煞的时阵，因行出去到外口，然后因问讲：今日是送带的，我送带歌，我袂记一啦。这就是最完美的敬拜带领，因为咱袂记一日，过来看到上帝，迄做袂到，你知无？咱徛伫顶悬的人，就是互人看到啊。咱看到流行的文化，要追求的是个人的，但是上帝的心意是要咱放下咱的意爱，甲咱的骄傲。但是咱会当确定，咱唱的，咱所专心的是上帝所喜意、所意爱的事。过来，咱就爱用逐项的智慧，用逐项的方式，亲像保罗所讲的，用诗、用歌、用神的父。来顶遐个方式来唱新歌，来做伙来为主唱歌，互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伫咱的心内，互咱会使真正的歌颂上帝。今日咱伫礼拜的时阵，其实咱唱足侪无共款的歌。一开始你练习的时阵嘛，讲有即马巴西的歌嘛，有即种古早德国的歌。咱咧唱这个歌的时阵，拢无共款，无共时代。这是因为伫咧无共的时代、无共所在的信徒，用适合因迄个背景的曲调方式来唱出来，因对上帝的迄个歌颂、迄学乐，佮有上帝的真理，来见证上帝的作为。每一间教会，伫伊迄个时代，伫迄个所在。拢得爱唱出迄间教会因家己共同的歌，但是换伫咱即满，就是讲咱的教会，咱要唱啥物的歌？即条歌毋是你的歌，嘛毋是我的歌，是咱的歌。即个声音，即款共同的歌，即款声音表达出来，是咱共同的信仰。我发觉吼，逐间教会拢会唱有因较喜意唱的歌。即间会晓唱的，另外一间可能袂晓唱。来讲，你去别间教会聚会，你发觉话歌因唱啊足熟的，但是咱像拢无听过安尼吼。逐间教会有因家己的诗歌。佮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讲，就算是你唱相共一条歌，可能即间教会佮另外一间教会唱的是无共。我捌去过一间洛杉矶的教会吼，因为唱迄个《你真伟大》迄条歌的时阵吼。因的唱法做趣味的吼，因逐句话上后尾拢爱安尼甲拖，所以安尼唱
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创造奇妙大功。逐句拢安尼唱，我讲奇怪啊，是安怎爱安尼唱歌？啊，我就问伊迄个教会讲，恁较安尼唱歌？伊讲啊，因为阮的母会吼，就是安尼唱，阮是分出来教会嘛，啊，因着安尼唱，阮着安尼唱。奇怪啊，但是有即个必要吗？是安尼唱？到后来我才发觉，因迄个母会吼是种大教堂啊，迄唱歌的时阵吼有迄回音啊，啊，所以因爱等迄个音散去，才会当去唱下骹迄句啊，啊，所以因伫内底唱歌逐条拢是安尼唱的。但是即间教会分出来了后吼，因迄个教堂毋是啊，甲咱这较像啊，唱歌应该正常唱就好啊，但是因讲改袂过来啊，因改袂过来啊。因就是感觉唱歌就是安尼唱，因有甲伊一个足特别的声，教会有特别的声。我感觉即长老会做者长老我问讲，因吼逐条歌后来一定爱唱阿门，无感觉无唱了。一个特别的声，吼北京就无即种唱法。咱伫咱教会唱的歌，我即摆甲搬去台城唱吼，啊嘛是无共的。唱法、速度、场合拢是无共的。这是因为逐间教会有伊家己一个特别的声。咱伫属灵教会所唱的，是唱出咱的信用，是咱唱出讲上帝伫即个所在，安怎带领咱行过129年迄个过程，也是咱伫这129年中间，安怎去回应上帝对咱的教示、启示甲托付。咱搁要伫唱歌中互相来勉励，要甲属灵的故事继续传落去，这是咱的声。这就是我伫。礼拜5的时阵，迄个培灵会的时阵，我所讲的，保罗教示咱来唱咱的歌，伫吟诗的时阵，爱上教爱教示口劝，对迄个稳定伫心内底来吟来学老上帝。所以咱咧聚会的时阵，你唱歌的时阵，就爱逐个人拢爱出力。我望咱的兄弟吼，这3天的培灵会了，你也啥物拢袂记得了吼。袂要紧，你着记一件代志就好啊。你着记讲吼，聚会时阵唱歌爱大声，好，着记即条就好啊。是安怎即条遐重要呢？因为你唱歌的时阵，毋是后来不是被动的啦。你袂当讲哦，人叫我安怎，你唱歌的时候爱做主动的，你要去想迄条歌的内容，你到底唱着啥物啊？然后这是你的见证。你不只是家己的见证，你阁要唱互你边仔的人去听，边仔可能是咱家己兄弟姊妹，有影有可能是新的朋友无听过福音的，你要大声去唱。我伫纽约遐有一个朋友，伊甲我讲一个故事，迄一间教会吼，即摆叫足大间伫 Flushing 遐一间教会，伊讲因迄间教会吼，人愈来哪来哪济。啊，着爱建堂，着想讲要买一个地，迄个Flushing迄个位买一个地是真贵的。吼，教会即是讲啊，无咱吼搬去别位啦，吼，因为遮真正上介贵，应该说伫迄个中心咧，做者菜市啊，种中国超市种位吼。啊，牧师讲，但是我的意见就是要伫遮要去教会啊，吼，咱伫遮要传福音啊，吼，咱来祈祷啦，看敢有法度吼，边啊即个迄个商场吼，迄个有一个 shopping mall， 甲伊买起来。啊，后来真正互伊买着，吼，互伊买着，啊，即个地主吼。讲，伊后来卖啊，啊，拢签约了吼，啊，开始去教会啊吼。迄地主走来聚会，啊，牧师讲，你开来啊？伊讲，我感觉足奇怪呢，我毋知啥人我用遐俗的，遐尼俗就卖互恁呢？我毋知啥我遐尼俗就卖恁即个地呢？吼，我来看恁是啥物，所以啥物一个教会。到后来甲伊谈，较知影讲，伊其实细汉的时阵有人带伊去教会。因兜人其实有一段时间伫教会，啊，伊来到教会了吼，恁唱的歌我着听过，啊，就无啥共，但是无啥相，但是我听过恁唱的歌，啊，对恁唱看卖的，啊，迄个人唱来了吼，甲牧师讲，虽然吼我无啥会晓知恁的歌吼，但是我看恁咧唱的时阵吼，恁唱也有够确定的，恁像我足相信恁所唱的呢。牧师讲啊，无阮也无相信我是唱啥啦。哦，啊，迄个人安尼甲牧师安尼讲话有影去足趣味，到后来就信主啊。咱唱歌爱大声的唱，爱做伙出力，齐声做伙甲上帝真理救恩大声唱出来，见证出来，搁记伫咱每一个心内，
成做咱个人甲全体信用的基础，来提醒、来鼓励。所以以后唱歌的时阵，会晓唱大声唱，帮咱边仔安尼左邻右舍来唱。啊，若袂晓唱细声安尼偷偷仔唱，对咧唱安尼嘛会使。啊，若真正毋敢唱的当心内唱。对，心内嘛是当唱嘛会当甲读出来。总是你爱注意你到底唱的啥物互迄个歌曲内底内容，成做咱的宣告、咱的祈祷、咱的见证。当咱有读第一段，讲迄个上帝百姓唱新的歌，就是要学了上帝。侪人看见，就惊吓，就会来倚靠耶和华。伫《使徒行传》第2章36到39节，这是你讲彼得伫圣神降临以后，伊就好胆起来传讲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应允的迄个救赎者。众人听到了后，就心内刺插，就问彼得：安尼因爱安怎做？彼得甲因讲：恁爱反悔，爱信耶稣，爱受洗礼，恁的罪就会得到赦免。阁会当受圣神的赏赐。彼得伫遮强调讲，恁所领受的，毋是独着互恁这当时伫遐的人尔，恁所得到的应允，也是爱互恁的子孙所以我问大家咱唱歌的时阵，敢是也是为着咱的囝儿咧唱的，还是讲咱囝儿所唱的，敢是有影是咱咧唱的歌？即马真侪教会逐代唱的歌都无共这是一定的啦，因为逐个时代有逐个时代的声音，逐个时代有声音。我细汉有听，对阮爸听70年代即种英文那个老歌即款的，所以我一直感觉迄阵的歌是上介好的。逐个时代、逐个所在有因家己的歌，但是遐的歌，咱是爱彼此去学习的，因为这是咱家己一个团体内底的歌。我最近开始咧带迄个雅歌的诗班，雅歌诗班伫后礼拜要当华语的敬拜来带领迄个敬拜唱歌的时间。大家紧张讲阮都无啥对迄华语歌无啥识。老师你敢若选几条互阮来唱？已经练4礼拜练习4礼拜大家嘛继续练落去啦后礼拜练的第4礼拜。我有时咧想，足感动的咱教会虽然有无共的敬拜有华语的有台语的，但是咱的同工，咱的一个团体，你服侍的时阵，是会当安尼彼此做伙去想着要唱迄个无共的、无听过的、无识的歌。这个歌虽然唱起来无共，但是内容拢是对上帝的，拢是上帝唱，也是讲是要唱出上帝的真理的。咱的救恩迄个福音，除了要互咱的囝儿，嘛是爱传给彼得讲，嘛是爱传给迄种远的人，因为遐个人因也是主所要调的。伫昨暝我有讲过，有去提起伫过去有真侪宣教师甲福音传来台湾。所以咱今日开始组织伫遮，诚做一间教会。最近长老会甲大神咱拢咧纪念马街来台湾150天除了庆祝，咱嘛爱去思考，咱爱安怎会当为遐远的人来唱因的歌。我伫美国的时阵看到迄个韩国的一寡宣教师我是足佩服的。咱华人台湾人来派宣教师出去去到美国，去到巴西，到对咱做华人的工作事工啦，大部分是安尼，去一间台语还是华语的教会。但是我看韩国人因出去就去找遐个人，因真接去对遐无听过福音的人来传福音的。我毋知有想过无即马欧洲欧洲甲美国信主的人愈来愈少因基督徒愈来愈少有一天咱是爱去遮对因迄遮的人，搁来传福音的。咱敢有想过有一天咱搁来传福音去互以前宣教师来的遐所在？
咱要唱为遮远远的人唱歌，阁会为遐受到迫害的、受伤的、食袂饱的、失去自由的人来唱歌，用诗、用歌、用神的呼来为因祈祷、为因出声，甚至是无法度自毁的遐肢体，咱嘛爱替因来唱出因无法度大声去讲出来的信仰。咱唱安尼歌，无独独是为着因来唱，也是为咱家己来唱。因为遮个歌坚固咱的信心，互咱有一款的望，知影若是有一天咱无法度开喙来唱歌的时阵，伫世界有其他的肢体，上帝的圣神会去感动遮个人，互因为咱来出声、祈祷、纪念甲支持。咱爱上帝唱歌，伫圣经中，上帝唱歌上界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要来成就要来做王。伫古早新的王登基的时阵，百姓就爱唱新歌。圣经甲咱讲，耶稣就要过来，伊要来审判全地，伊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咱伫地上唱新歌，就是要即位新的王来唱歌。讲到遮，我要来回答。昨我上届落尾，互大家一个问题，若是你有去看迄个直播，还是有台场的，我讲，咱知影要唱你的歌、我的歌、因的歌，知影这有啥物录音？唱遮的歌有啥物录音呢？讲到即马，咱唱新歌，咱有知影是安那要唱新歌，咱知影圣经讲的新歌是啥。但是唱歌、唱新歌，为上帝唱歌有啥物录音呢？毋知你昨昏伫但是有接到即个挑战吼，你敢有想到你的答案？吼，我咧教册嘛，有些学生嘛会挑战，讲我学即个课敢有录音啊？我要去传福音学即课敢有录音？对，我以前拢安尼足认真吼，要去想讲，这要安怎甲回答？后来我想清楚啊，希望恁昨昏下暗有想的人有影想清楚。你若是有答案，我恭喜你吼。即个问题吼是无法度有答案的，除非你有一个目标。你要问啥物代志有录音无？因为你有一个目标伫遮，你才会当知影敢有录音。伫圣经你讲罪吼，你犯罪，人犯罪就是你无对准啊。你迄目的你无对准，你甲用做别项的，安尼会犯罪。所以你有对准一个重要，你知影你的目标是啥是上界重要的。因为过来安尼是，你较知影咱大家是安怎要唱遮个歌，唱新歌做啥物代志，这是一个信用的问题。信用是甲性命有关系，甲咱要安怎活出来，咱的命有关系。所以咱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咱就要想，咱到底对准啥物的？咱到底对准的是啥物？伫信用的迄个路程之中，上重要目标就是上帝已经帮咱计划好的啊。咱若是一路坚持到落尾。将来会伫天顶羊羔的宝座前，甲正信徒、佮天使天兵做伙来唱一条新的诗，这就是启示录所讲的。这是咱当下所读的经节的一部分。使徒约翰伊讲，迄个歌无人会学习，独独对地上受买出的144000人的那单。约翰无解说。为什么这条歌是无人会当去学起来的？嘛无解说这144000人到底是啥？圣经学者有无共的解说？圣经学者有的人认为讲，这144000人就是犹太人，因为12个支派内底，逐个支派12000人。但是嘛有学者认为讲，这是你讲新的以色列人，就是教会。这144000人是一个统称，就是济人的意思。不管到底是对一款解说，但是咱知影一件代志，就是遮个人的情形。约翰讲，遮个人是无离心军队耶稣基督到落尾，为伊做见证的信徒。因是无互即个世间所污染啊。安怎讲，就是无去染着即个世间的歹的。因伫将来要甲基督做伙做王，
所以会当唱即条新歌，并毋是你有啥物能力，也是你做啥物好代志。唱即条歌是一个条件，啊，即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来的，这是咱会当唱即条歌的条件。会当唱即条歌，你买赎来了，你必须爱军队救主，伫即个道路顶悬无离心，愿意坚持到落尾，为福音来做见证。这就是讲，咱会当唱新歌，是主耶稣基督先付出迄个代价。我伫过去2天，大概到上落尾，我拢会问讲，咱为着要唱咱的歌，会讲要唱因的歌，你愿意付出啥物的代价？但是今日咱看到上落尾即条歌，咱会当唱，其实是耶稣基督已经付出代价。然后我小讲要挑战。安尼，你要付出啥物的代价？咱感谢主，上帝已经为咱做好即个荣光的目标，就是上帝过来的时阵，咱甲咱所爱的肢体会当伫迄日做伙伫天顶羊羔的宝座面前来敬拜。你有看过？你有去伫有想过迄个迄个到时阵是啥物情形吗？边仔徛圣歌队。吼，咱的圣诗队，啊，另外即边徛布朗敬拜团，啊，大家做伙伫遮咧唱即条歌。你敢有茫有即个想要看到安尼的情形？你敢有看你即马四边隔壁的兄弟姊妹，到时阵大家拢是伫遮。你若是有安尼一个目标，唱歌就录音。你有安尼目标，你听伫教会内底唱诗歌、学老主、祈祷、听讲道、学习。做事工，伊就有路用。咱的信用，足侪人会问你信这有啥物路用？我毋望咱的兄弟姊妹，你以后来互人挑战即个问题时阵，你会知影讲你要安怎回答即个问题。因为咱有一个目标伫遮，咱较有法度知影，咱即马所做的是有路用的。你会当作有迄个气势，讲当然是有路用啦。我知影我到时阵伫遐，我毋知你到时阵伫倒啦。哦，安尼讲是较歹听啦，但是是真实的啦。哦，我伫伊利诺的时阵，捌出过一个车祸吼，足大的车祸，我的车并过去，并两轮哈，即边规个拢塌拢落来。啊，我甲我迄边仔的迄个 passenger， 迄副驾驶座的吼，就对即边爬出去的。啊，警察来看阮两个家己爬出去，我足欢喜的，因为想讲出大代志啊，叫阮安尼出去。我边仔迄个无信主。所以阮出去了，我对伊的第一句话是讲：咱若是着安尼无去啊，我知影我去对你要安怎？伊讲毋通安尼讲，阮爸讲阮头做落了，我足好命的。这是伊的回答，因为我惊着。但是我后来去想的时阵，我感谢主，我真正感谢主，毋是伊互我迄个留我的性命，是因为有着安尼代志时，我知影我伫对，我知影我以后会伫对，我无想着我的信用是安尼入来。哦，原来我已经知影，我会将来伫羊羔的宝座前，甲正信徒做伙唱一条学老的歌。兄弟姊妹，咱行伫一个人生的道路的时阵，咱爱常常去记住，上帝是疼咱的，咱爱用伊的心意来判断代志的好歹，用伊的眼光，甲咱的眼光。放伫伊的身躯顶来看世上的代志，无论是在患难中，还是顺境中，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甲咱的众兄弟姊妹做伙来吟诗歌颂伊的名，直到入伊的国。做伙唱即条歌的时阵，咱做伙来祈祷。天堂阮的阿爸爸，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赐阮救阮，互阮成做新造的人，是你分别出来的。要爱来对你所做的这个成事来做见证。毋望你的信心赐予阮智慧，有你的眼光来看待阮的日子，佮要将你丰丰富富的道理讲出来、唱出来，来三架诗口劝，佮互世间人拢会当听到。愿你的国早日临到，愿阮众兄弟姊妹伫迄日会当自责伫你的宝座前。对你发出学老的声，唱出你荣光的新歌，用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咱即时来唱回应的诗歌，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啊，这请起立。即时，咱们三个来奉献，奉献的时，咱们唱献做偌济。
较济。这时，咱三甲要来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哥林多后书4章18节。我头一遍，咱大家同齐来读2遍。哥林多后书4章18节，因为阮毋是看伫所未看见的，是看伫所未看见的。因为所未看见的是暂时，所未看见的是永远。咱一齐来读哥林多后书4章18节。阮是看伫所未看见的，是看伫所未看见的。因为所未看见的是暂时，所未看见的是永远。哥林多后书4章18节，因为阮毋是看伫所未看见的，是看伫所未看见的。因为所未看见的是暂时。所未看见的是永远。愿上帝祝福伊的话。这时，咱今仔真欢喜，咱有来一个新的朋友，叫做叶素云，毋知伫第倒？伫遐，嘿，欢迎你来到阮的中间。咱头前后壁的朋友，咱会当来，或者会当来甲伊请安，小等煞接。这时，咱来，今仔毋知阁有头一摆来到树林教会无？好，若无咱只是来关心咱教会的圣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教会事工。感谢林文娟老师带领3月11号至11号培灵会，以及今仔日2场礼拜的讲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咱用悠游卡也是当感应的卡片来配合实联制，请兄弟会记得伫门口感应，确实做好防疫。107叛逆度第1学期奖学金，对即马开始申请到3月27号为止。3月27号下晡1点要举行树林教会信徒联校队书礼拜，请要参加的家庭伫3月20号进前向办公室报名。本会定伫5月8号前往宜兰传艺中心举办母亲节邀约礼拜，对即马开始报名。详细情形请咱扫描 QR code。另外为着环保，若是用网络报名，每一人会当减50块。教育馆5楼的资料图书室，欢迎兄弟多多前往利用，嘛欢迎大家借册。4月初3至初4，少年团体前往亲近农场举办生活营，今日是报名上尾天。3月19号，青年团体要去天母古道爬山，请要参加的人向会长陈依玲报名。3月14号早起9点半上年大吉月上课，下晡有桌游甲卡拉 OK 活动，欢迎参加。3月21号早起9点半，上年团体有健身运动，中昼食饭了后有卡拉 OK 甲桌游的活动，欢迎大家做伙来欢喜斗阵。欢迎兄弟利用汇款，也是定期转账的方式来参与奉献。另外，为着环保的关系，本会有申请所得税电子化作业，相关授权的申请方式，请咱至交代的，也是办公室了解。公证入集数的保清共和安眠节，伫3月7日安歇，3月15号伫高雄举行告别式，愿主安慰家族。请继续为身体欠满的兄弟姊妹代祷，愿上帝安慰甲医治。感谢上帝，互咱今仔日都会当同齐三角来敬拜伊。特别感谢主因带温娟老师伫咱中间。2年前，伫原地要去加州遐牧会，因为咱知影美国伫2年前开始疫情的关系，就无法度聚会。上帝因带伊踮咧台湾，搁踮咧台湾新行院。所以温娟老师其实伫2020年迄阵就不时来咱中间三角敬拜。旧年开始陪伴咱因指导咱的布牛这个布道团敬拜团，咱来当毋茫通过今仔日的敬拜，互咱搁较知逐摆咱吟诗的时阵爱较大力唱爱较大力唱，无一定大声啦，但是爱对心底大力来吟上帝通过耶稣基督
所赏赐互咱即个生命的歌、羊羔的歌，吼，这我想说对咱的敬拜真大的帮助。另外，就是除了咱咧讲的遮个事工关心肢体的关怀以外，咱也特别感谢上帝，咱所关心迄个宗贤兄弟吼，咱讲师长，伊2工前已经刷去复健病房，所以都爱做较一段时间久长的复健病房较专业的帮衬。咱定定咧讲伫即段时间3个月到6个月吼，真重要的时刻，咱也特别放伫咧祈祷的中间。另外就是咱顶礼拜有报告过，这项事的一段时间，就是俄罗斯甲乌克兰即个战争，所以咱看到几百万的难民离开乌克兰吼，所以咱顶礼拜开始有准备奉献茶伫交台岛，咱教会系统通过总会和波兰的教会。因为咱甲波兰的教会有联系，咱知影波兰是接纳上侪难民的国家。伊接纳上侪，所以有真侪难民诶所在教会，伫迄边在地教会去关心三甲迄款的关心，有当时拢是一阵一阵。咱2工前有看到台湾驻德国的大使谢志伟，伊咧分享着因煮迄鼎罗宋汤吼，因即摆决定逐工就爱煮。迄罗宋汤就是乌克兰口味的罗宋汤。西洋芹菜啦、林丁啦、tomato 啦，吼讲有把即款的罗宋汤一工看会当一工煮100人份的吼，你看100人因为因伫柏林嘛，迄个食大使伊是伫咧柏林，柏林遐嘛共款有真侪乌克兰诶难民来，因就踮咧车站人一到，互因会当啉到一个烧汤吼，类似即款的，咱知影世界逐所在真侪人咧关心。所以咱也通过，如果你若愿意，咱会当通过奉献哦。伫过来即几礼拜，咱通过总会含踮伫咧匈牙利、踮咧波兰的教会，咱直接互迄边的教会落去做即款的一个接待。当然，这对咱信仰也是一个真重要的功课，吼，真要紧的学习。所以有人会关心，咱会当看到按后面嘛有一寡教会，吼，一寡教派。按启示录第6章咧讲到白马、赤色的马、乌马，还有一只马什么色？巴克咧是牧师翻译做黑肤色的，咱叫做肤色的、灰色的。白马、红马、黑马、灰马，代表的是什么？战争、饥荒、瘟疫、死亡。伫圣经中间咧讲的，敢若亲像世界末日到吼。主耶稣甲咱讲，迄个日子毋是重要的，当时毋知，连人子都毋知，上帝才知。要紧的啥？咧提醒咱着爱谨慎，把握机会，把握光阴，把握今仔日，要安怎会当甲人和睦？要安怎会当见证耶稣基督的疼？要安怎准备家己有一日同齐？伫咧羊羔的面前，最近来唱生命的歌，所以这个是咧提醒咱这个要紧的谨慎参悟。恳求主因带帮助咱，互咱看到这个世界局势变甲遮尔厉害，大水泛滥，毋过咱真正平静安稳，因为咱知主上帝的掌权，伊咧因带保守你我。同要紧，伊所听的目的是，互咱有一日会当去经验到迄个永远到底是啥。永活，永活是真实伫咱的中间，所以咱这个时阵，毋但干那为了教会事工，也为了这个需要的人，嘛包括咱家己本身，你即时所面对的功课、挑战、工作、家庭，也是讲身体健康，咱嘛知影咱有一寡机体，即马搁咧做化疗，包括尤青田长老明仔载会出院，伊顶礼拜进行。手术2款的手术最近传统的手术甲迄个微创2款最近进行吼，所以进行迄个手术差不多要8点钟吼，不止啊长的时间感谢上帝恩典怜悯，伊明仔载按算会当出院遮咱拢囥伫咧祈祷的中间，所以咱请起立，开咱的心，也开咱的嘴，咱同齐祈祷。
亲爱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同齐伫你面前三甲来敬拜，恳求圣神因带保守阮，互阮会当出于心用力来仰主你开喙，无论是吟诗学路，还是阮的祈祷，拢互阮会当拍开阮的嘴，通过阮的心来仰主你献上感谢甲学路。阮将这兄弟姊妹仰望交托伫主的成就，愿你的赐福看顾，也特别帮助阮，互阮会当伫这个信仰大家庭中间领受共同主你所甲阮查的目标，搁一摆仰望来恳求你看顾阮这个兄弟姊妹，会当伫你的听中间来领受主上帝你怜悯医治。亲爱的宝贝上帝，阮感谢，当阮三甲主集的时阵，搁一摆领受主你嘛亲近阮，伫阮的中间，恳求主通过阮今仔日所对你领受话命的话，对你圣神的感动，来引带阮过来，即礼拜过来头前的路站，会当成做有力水的见证。阮要将阮今仔日排列伫你面前的祈祷完全仰望交托，阮也确信主照你所应允的，你的怜悯、你的慈爱，永远无离开阮。阮向你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上营来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上营了，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恁众人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